歡迎各位觀眾咧收睇今集嘅樓市新觀點啊！其實咧香港咧好多嘅文物建築咧係值得保護㗎，因為當中咧有唔同嘅歷史價值啦，讓我哋下一代咧更加咧了解咧香港嘅歷史發展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請嚟嘉賓啦，同我哋講嘅題目係咩咧？就係香港建築文物保育啦。咁啊，先介紹我幾位嘉賓先啦。有第一集團契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會長 Angela 李心怡啦。Hello。係啊，咁啊，另外咧仲有 Jason 盧志成係高級建築師啦。同埋有建築師 Tracy 啦，三位你哋好啊！咁頭先都講到啦，即係香港咧好多嘅建築文物咧都好有歷史價值，係值得去保育啦咁樣。咁啊，亦都有啲機構咧從事呢個工作嘅喎。其中一個咧就係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啦。先請 Angela 同我哋介紹下呢個學會究竟係咩機構嚟㗎？我哋呢個學會就喺2010年成立㗎啦。咁啊，顧名思義啦，其實就係一班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佢哋聚埋一齊，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嘅一個學會咯。呢個學會咧做嘅工作咧係非常有意義啦。咁啊，另外都想知道啦，點樣可以成功做到文物全息咧？咁啊，有咩要素係必須嘅咧？文物全息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要好容易咁樣用一啲方法啦，將嗰個歷史建築嘅歷史背景啦，同埋佢嗰個文化特質啦，可以俾大眾可以明白到、了解到嘅。即係咧個目的咧，主要咧就係咧將一個嘅建築物啦，佢個來源啦，同埋一個歷史背景咧，咁啊透過一個文物嘅保護啦，介紹俾公眾知道，讓大家咧認識更加多。咁我知道咧，嗱，你哋學會咧舉行咗咧第2屆嘅建築文物保護大獎嘅賽果啦。咁啊有之前咧我哋都一集都講咗啦。咁啊有一個獎咧就係文物嘅活化啦，就大館攞咗啦。咁今日啦，再想同你講下關於呢個文物全息嘅獎項啦。咁啊得獎者係邊兩個地區咧？咁文物全息獎咧，今年我哋有2個嘅。咁而家咧我哋就置身喺其中一個度啦，就係牛棚藝術公園嘅。牛棚藝術公園呢度咧，真係非常之咧有呢個建築同埋文藝嘅氣息喺度啦。咁咧都要同即係2位嘅建築師一齊傾下先啦。我都想問翻咧，就係話咧，關於呢個文物全息對一個保育工作嘅貢獻係啲乜嘢，同埋點樣咧加強咧即係個地區啦，譬如一個建築物啦，同嗰個社區嘅聯繫咧。或者簡單講下，我覺得喺保育個工作裏邊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可以透過保育，將一啲以前隱藏咗嘅城市裏邊嘅珍寶咧，可以重現翻喺市民嘅眼前。咁譬如我攞翻我哋而家個 project 為例啦，我哋呢度咧曾經咧係一個地方咧，啲人係見到又去唔到一個地方嚟嘅。咁透過我哋呢個藝術公園呢個 project 啫，我哋可以即係透過我哋呢個工作啦，就將成個公園咧變成咗呢一帶嘅一個聯繫。咁我哋可以將唔同嘅社區咧聯繫翻一齊啊！譬如以前嘅前方係嚟唔到呢度後方嘅，後邊嘅一個公園咧，亦都嚟唔到呢度嘅。透過呢一個 project 啫，我哋將前方同埋後邊另外一個公園咧，我哋透過我哋嘅公園咧就聯繫咗一齊。另外咧，令到好多嘅市民咧多咗一個呼吸嘅空間。我覺得呢個工作咧對我嚟講係非常非常之有意思嘅。我哋都見到咧，我哋而家置身咧呢個牛棚藝術公園嘅即係環境啦。咁啊，除咗咧見到一啲咧即係歷史嘅因素之外咧，仲非常之開揚啦。咁啊，可以咧即係市民大眾咧嚟呢度咧，一方面咧就可以咧留意下呢度嘅歷史啦，同埋咧有一個咧非常之好嘅活動空間啦，係將咧呢個公園同埋整個社區咧聯繫起上嚟啦，仲可以咧即係俾啲小朋友嚟到嘅話咧，學習翻咧香港可能喺即係100幾十年前咧，關於一啲係牛棚啊或者係一個屠場嘅歷史啦，將我哋呢啲歷史咧融入佢哋嘅生活當中，了解當中嘅文化。我哋第2屆嘅建築文物保育大獎嘅賽果啦，呢個文物全息獎啦，咁啊其中一個地區咧就我哋而家置身呢度啦，牛棚藝術公園啦咁樣。咁啊都想問翻2位建築師啦，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咧關於牛棚藝術公園呢個背景咧？好啊，不如我講講牛棚藝術公園之前嘅前身係點先啦，係啦。咁既然講得係牛棚藝術公園，係我哋平時以前叫咧就叫牛棚嘅後方嚟嘅。既然講得出有牛後方咧，就自然有前方啦。咁前方係咩嚟嘅咧？就係歷史上面咧，喺1908年咧喺呢度咧成為香港第一個檢疫中心就係將啲豬啊、牛啊、羊啊啲牲畜咧喺度檢疫嘅。咁去到一個時間啦，因為香港嗰個肉食嘅需求咧越嚟越大啊，咁所以前方就唔夠使啦，唔夠地方用啦。咁於是乎咧就發展咗後方。咁但係到後來咧，成個牛棚呢個環境咧都唔足夠去應付香港嘅肉食嘅需要啊。於是乎咧就遷徙咗。咁喺1999年咧，成個地區咧就係即係空置咗嘅。咁牛棚嘅後方咧，亦都係喺嗰個時間咧就開始唔再做即係呢個牲畜嘅畜養啊，或者係買賣嘅地方。咁而嗰陣時開始咧，就有大概20年嘅時間咧就空置咗嘅。
咁所以當我哋嚟到呢個時間，嚟到呢個地方嘅時間咧，我哋發覺呢個地方咧，其實嗰個荒置嘅情況咧，就係所有舊時嘅牛棚屋咧，係完全冇晒屋頂嘅。冇晒屋頂之餘咧，另外就有好多嘅植物就籠罩住呢度。其實嗰個環境係好美麗、好靚嘅。咁於是乎咧，就令到我哋心裏邊諗咗一樣嘢，就係希望可以將呢個地方咧，重新將呢個咁美麗嘅地方咧，俾翻市民去用。但係同時間咧，都尊重翻大自然喺度送俾我哋有20年嘅禮物。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初嘅設計理念嚟嘅。咁呢個設計概念咧，今日咧都享用到呢個成果啦。咁啊，市民大眾咧都嚟到呢度啦，可以欣賞咧同埋享受到咧呢個公園咁好嘅設計啦。咁另外我都想問翻啦，呢個公園咧有乜嘢設計嘅特色咧？嗱，我頭先講咗一個頭先大自然俾咗我哋咁多禮物啦。咁我哋曾經都有諗過，點樣可以即係冇理由嚟到就叫人哋話我試一棵好靚的樹，我哋唔想咁樣嘅。我哋想點樣咧？我想好含蓄咁樣將呢啲美麗嘅事物咧，慢慢引導啲市民咧或者大眾咧去觀賞嘅。咁我哋曾經出現過一個諗法，就係話，既然以前有好多牛啦同埋人都喺度啦，我哋會唔會去令到啲人咧用一啲唔同嘅視覺，甚至可以話係用牛嘅眼光去睇呢個世界？咁當然啦，大家都明白係唔會發生到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就透過咗唔同嘅裝置一啲我哋叫做裝置藝術咁嘅嘢，融入喺我哋嘅建築裏邊，然後咧就令到引導啲人咧去用唔同嘅角度咧去觀賞周圍嘅事物。咁當中咧，我哋做咗好多好玩嘅東西嘅。咁麻煩阿 Tracy 幫我哋介紹其中幾項啊。咁第一個就係牛房，我哋後方公園啦，咁就有個即係類似叫潛望牆嘅，咁就係咧叫希望啲人咧可以望翻住啲窿窿，咁咧其實咧就點解咧就係可以咧望翻咧當年咧即係啲牛咧喺個飲水槽飲水嘅時候咧，其實佢會喺個飲水槽嗰度咧都會見到啲苔蘚植物嘅，咁我哋就利用呢個潛望牆咧啲新嘅技術咧去表達翻呢個咁樣嘅視覺。咁第二咧就係喺新山道我哋有個主入口嘅，咁主入口嘅時候咧，咁大家咧就會見到一個紅磚啦嘅草坯嘅一個植物嘅一個牆嚟嘅。咁因為我哋覺得呢個我哋一個新建築咧係用紅磚砌嘅，但係咧我哋都想咧好似表達翻個大自然同埋一個建築物融合嗰個設計概念啊，所以我哋喺嗰啲磚牆入邊咧就攝咗啲植物落去，咁等佢咧可以自然咁樣生長。咁就講多一個啦，咁就係後面咧就會見到一個我哋叫rain shelter 一個光影雨停嘅地方。咁其實咧嗰個地方咧以前咧係因為呢個地方頭先 Jason 都講咗啦，好多呢啲我哋嘅屋頂咧其實已經冇咗。咁我哋都想展現翻其實牛棚呢個地方呢個新竹棚咧以前咧係有屋頂嘅。咁就我哋就用翻呢個即係咁樣嘅形狀咧去展現翻以前呢啲牛咧喺度被圈養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有頂嘅，即係唔係日曬雨淋嘅咁樣咯。咁啊 Tracy 都好清楚我哋講咗咧呢個公園嗰個設計特色啦。不過咧，我哋去做呢個公園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目的係咩咧？係要保育當中嘅歷史文化啊嘛。咁如果講到呢個嘅公園嘅保育工作咧，有咩特色咧？咁呢度嘅保育工作咧，我哋就係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揾到好多好有趣嘅寶物嘅。譬如頭先講過有啲紅磚咧，我哋係可以。譬如我哋喺一個我哋叫做紅磚柱區嘅地方咧，其實係揾到好多呢啲咁樣嘅保留得唔錯嘅紅磚柱嘅。咁我哋喺嗰度咧，我哋做咗好少嘢嘅啫。我哋只係俾翻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建築嘅鋼架嚇。咁呢個鋼架令到嗰度嘅紅磚柱咧好安全啦嚇，咁好穩陣咁樣。我哋好有信心咧，佢可以繼續企多好多10年都可以好安全咁喺嗰度俾服務市民嘅。咁此外咧，我哋亦都喺嗰度咧，因為嗰度嘅地面咧，因為經過咗連日係有少少顛簸不平嘅嚇，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好簡單嘅平台，咁啲人咧就可以喺嗰啲頭先我講嘅紅磚柱中間咧去穿梭，係啦，咁去欣賞頭先我哋講嘅大自然啦、建築物啦、水槽啦，或歷史嗰一陣嘅遺跡嚇，咁我哋就覺得喺個嚟講咧，保育嚟講咧係令到啲市民咧對呢度環境嘅認識咧係應該會深層咗一啲嘅。聽你講完咧，我都非常之了解到咧呢個公園嘅設計特色同埋保育特色啦。都要問下 Angela 啦，嗱咁呢個公園咧就獲得你哋頒一個咧全色獎嘅獎項啦。咁樣點解你哋會頒呢個獎咧？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啦，全色獎其實主要就係要將嗰個歷史地方嗰個背景啊、文化演繹翻出嚟，然之後俾大眾可以了解到、學到、知道嘅。咁頭先好似阿 Tracy 話事齋啦，咁我哋都見到就係佢哋做呢個文化全色嘅時候咧。
啲嘢係好自自然然擺喺度，但你又感受到嘅，好似例如嗰個牛棚嘅即係嗰個冚咁樣啊。而家其實係用咗一個玻璃嘅冚，咁去重新塑造翻一個冚嘅空間感出嚟。咁所以當你置身於好似我哋而家坐喺度嘅時候咧，你就會感受到嗰個空間距離啊、牛棚當時個形態係點啊，而亦都好符合到我哋做文化保育嘅時候，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要素就係啲嘢咧係要好明顯分辨到新同舊啦，同埋亦都係可以拆翻咗出去，即係唔會影響到本身個遺跡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好似水槽啊、牛嘅飲水嘅地方啦。咁佢哋其實保留翻呢啲飲水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哋又有一啲凳擺喺度。咁你大家嚟享受呢個公園嘅時候咧，你慢慢咦呢個咩嚟嘅咧？咦，原來係牛飲水嘅水槽嚟嘅喎，咁又會去了解多啲啦。咁所以對於呢個詮釋呢個地方嘅使用啊，以前個背景啊，個歷史文化係好容易，咁你就會感受得到啦。咁再加埋就當然就係呢個公園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開放俾所有人用嘅，無論你係大人小朋友相見一家，咁大家都可以即係喺呢個公園度 enjoy 享受。咁就即係除咗係你可以學到歷史背景之外，仲係一個好實用嘅公園咯。係啊，同埋咧呢個公園咧，其實佢坐落嘅位置咧，係相對即係香港一個算係舊區嘅地方啦，土瓜灣啦。其實咧，如果我哋做一個即係建築物保育工作咧，對於一啲舊區嚟講咧，可以帶嚟啲乜嘢嘅好處咧？咁我諗喺成個舊區咧，我哋叫土瓜灣叫舊區啦。第一時間咧，即刻多咗件新嘢先，係啦。咁啊多一件新衫着，人人都開心嘅成個社區。咁此外咧，我都諗起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啊，就係當我哋去發掘呢個牛棚嘅一啲嘅歷史嘅時候咧，除咗一啲喺書本上面揾到嘅資料之外咧，其實我哋好想接觸翻當時喺度做嘢嘅一啲朋友嘅嚇。咁我都曾經廣邀，即係出啲信啊，或者出啲notice 啊，咁周圍問下有冇人喺度做過嘢啊咁樣。咁好幸運地咧，竟然俾我哋揾到一啲真係曾經喺度做過嘢嘅朋友。咁佢哋喺度講翻呢一個故事俾我哋聽嘅時候咧，我哋覺得真係得益良多，而且真係亦都交到一啲好好嘅朋友咯。聽你咁講咧，即係其實咧，除咗個歷史個建築物咧係會為歷史説話之外咧，仲可以咧喺呢個保育建築物期間咧揾翻當年喺度工作嘅人咧，用佢哋把口活脱脱咧講翻當年嘅歷史喎，都非常之有趣一個故事喎。冇錯。翻到嚟樓市新觀點嘅時間啦 ，Angela， 我哋頭先都講到啦，今年咧呢個獎項咧全息獎咧係有2個項目獲得個獎項噶嘛。嗱頭先咧我哋就去完咧牛棚藝術公園啦，第2個獎項獲獎嘅名單係邊個咧？不如由你揭曉啦。我哋今年嘅文物全息獎第2個獎項咧就係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文物庭園展示中心嘅。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咧建築師啦余嘉星先生啦，嘉星你好啊。你好，嘉星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咧講下咧呢個項目咧嘅背景啊？其實咧呢個地方好出名，就係佢叫做白屋啦。咁大家都會知道，白屋咪以前我哋拘留一啲政治犯嘅地方咯。其實咧個歷史係可以追溯到呢個1930年代嘅。點解咧？因為當時咧世界上面有幾個嘅大嘅國家就簽署咗一個叫做華盛頓嘅海事條約，咁喺22年簽署，但係到期日咧就係1937年。當呢個嘅協議啦就快到期嘅時候咧，有啲大嘅國家咧就開始增加翻呢個海事嘅特別係海防嘅設備，因為咧留意到日本嗰個嘅擴張主義咧係開始緊。咁作為當時管治香港嘅政府，英國政府咧就喺香港唔同嘅海事嘅地方咧就設立咗一啲嘅叫做炮台。咁呢度咧就係前身嘅銀禧炮台。咁所以除咗有大炮嘅位置之外咧，仲有一啲專係俾當時嘅軍人住宿嘅一啲宿舍嘅。咁而呢啲嘅宿舍嘅建築物咧就係統稱叫做白屋。咁之後經過咗好多唔同嘅歷史嘅用途，譬如當英國國共內戰完結咗之後啦，國民黨嘅士兵逃離國內就嚟到香港咧，就會嚟到摩星嶺呢個地方。咁包括咗咧住咗喺白屋呢一個嘅銀禧炮台嘅位置嘅。咁之後咧呢個地方都成為咗呢個皇家工兵嘅一個宿舍嘅。咁所以會見到一個叫做 RE 嘅橋嘅一個欄河嘅設計，代表咗 Royal Engineers 啦。咁再之後啦，就60年代嘅時候咧，成為咗警察嘅訓練學校，
同埋大家都知道嘅域多利道嘅拘留中心。咁之後6·7暴動嘅時候，拘留咗嘅一啲政治犯咧，就係叫做拘留咗喺呢一度嘅一啲營舍入邊咯嚇。咁除咗拘留之外咧，其實呢個地方都曾經成為一啲嘅證人嘅保護嘅設施㗎喎。係啦，咁到之後呢個地方就叫做關閉咗啦，就曾經用過嚟拍電影嘅，譬如好出名嘅《色戒》啦。易先生嘅住宅咧就係呢一個地方，係啦。咁2046嘅東方酒店，王菲啊、章子怡咧都去過我哋 A 座嘅屋頂嗰度拍攝嘅，係啦。咁到2013年咧，香港政府就開放咗呢個地方，就邀請世界各地一啲舉辦呢個嘅學科嘅大學去申請呢個地方嘅使用權。咁結果咧就只有個大學就得到呢個使用權咧，而將呢度咧係復修同埋改變個用途嘅。我都知道咧，呢度有個別號咧叫白屋啦，同埋咧聽咁講咧好有豐富嘅歷史價值喺度啦。而家咧主要用咗一個學校嘅用途啦。咁喺呢度啦，做一個文物嘅全息嘅保育工作咧，咁有咩特色咧？如果講個特色咧，我會覺得就係一啲好簡單、功能性好強嘅建築設計。咁當然炮台大家都明白，通常都係圓形嘅啦。咁而依附咗呢個炮台，仲有啲就係一啲軍事設備嘅儲存室，唔係淨係地面嘅喎，而地底都有。而地底嘅儲藏室咧就比較有趣，因為咧有啲蝙蝠就將佢變咗做佢哋嘅屋企啦嚇。咁至於個建築設計白屋，點解叫白屋？因為佢曾經嗰段時期咧就係白色嘅外牆，而偏偏咧就有一個好森嚴、好完整嘅圍牆，就係隔住咗，咁特別加強咗佢一啲神秘嘅色彩嘅嚇。咁亦都因為咁，大家更加多一啲社會嘅一啲都市傳聞啦，講話啊當時點樣用嚟拘留啲政治犯等等啦嚇。咁所以我哋作為呢個建築師同埋今次做呢個詮釋咧，好大部分嘅工作同埋個重點就係喺完整嘅資料搜集，務求啲我哋想講嘅一啲嘅古仔，全部都係有證據去支撐住嘅。咁就算係一啲比較具爭議性嘅情況，我哋都希望可以提供到多面嘅資料啦，而唔好淨係偏幫某一方面嘅一啲意見，而將嗰個嘅介紹咧係倚重咗嘅。咁所以我哋會有好多嘅訪問，除咗一啲嘅香港嘅軍事專家、嘅歷史學家之外咧，亦都有訪問到曾經喺度拘留過嘅一啲人士。係啊，咁其中一個更加咧係畫咗佢以前拘留咗喺 B 座嘅一啲大約係2米乘2米嘅刑房入邊嗰個刑房嘅設計，點樣佢哋每日得到嗰個飯餸就係個門入邊好細嘅窗嗰度就傳入去噶啦。咁同埋佢哋瞓喺啲釘咗喺地上邊嘅木板嘅嚇。咁另外譬如話個抽氣扇係敞開，燈係敞開咁樣等等嘅資料，咁就透過呢啲訪問同埋呢啲嘅一手嘅一啲圖畫咧，係可以得到啲證據咯。咁當然喺香港做一個 research 之外咧，仲會去到外國嘅地方啦，英國嘅我哋叫國家嘅檔案室啊，甚至乎有揾過日本嗰邊，因為當時日本侵華啦，佢哋就有最一手喺戰後嘅時候，佢哋侵略咗香港之後影到炮台同埋當時用嘅一啲彈藥嘅相咯。咁所以係啦，今次會好着重喺就係個資料搜集嗰方面同埋整理嗰方面。Angela 聽到家姐咁講咧，佢為咗今次呢個項目咧，做咗好詳盡嘅資料搜集啦，唔單止喺香港揾啦，亦都去過海外唔同嘅地方啦。除咗話歷史嘅文獻之外咧，仲揾翻一啲當年喺度有親身經歷嘅人士啦，講翻口述嘅歷史啦，都非常之用心啦。點解你今次會頒呢個詮釋獎俾佢哋咧？所以今次去攞到呢個詮釋獎咧，就好大原因咧，就因為佢除咗係有呢個文化庭園，即係將呢個文物嘅庭園俾大家可以完全見得到，好似頭先嘉升講嘅炮台啦，其實而家你哋入嚟嘅時候都可以見到個炮台嘅位置啦，直頭亦都要摸到個炮台啦。當然個支炮已經唔喺度啦，咁但係你已經感受到個空間。咁跟住再加埋咧，就係佢哋經過喺呢個展示中心入邊咧，有好多嘅展示資料啦，無論係文字資料啦、舊嘅相片啦，再加埋仲有啲口述嘅歷史啦。咁所以再加埋佢哋編造咗一個顏色嘅編碼系統啦，咁就令到大家好容易咧
去明白到每一個歷史時期呢度發生咗嘅唔同事情啦，同埋建築物嘅唔同嘅演變啊。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呢個詮釋咧係非常之充足嘅。咁無論係嚟參觀呢個地方嘅人咧，好容易了解到呢個嘅歷史啦，亦都可以因應呢啲歷史嘅資料咧，更加了解到香港嘅發展嘅。嘉星啊，我相信咧，你今次咧為咗呢個項目咧，花咗唔少時間同埋心血嘅啦。當中有冇啲困難嘅事件想同我哋分享下？又或者有冇啲樂趣嘅事件咧？最困難係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好擔心我哋好多歷史資料、好多文字，但係究竟夠唔夠相片咧？有冇一啲圖、一啲叫做drawings， 譬如話炮台嘅設計等等嘅 drawings 可以支持到嗰個詮釋。咁到後尾發覺原來都揾到嘅喎。另外就係機緣巧合之下喺網上邊咧，竟然揾到一個紅色嘅徽章。呢個紅色嘅絨章咧係屬於一個曾經由加拿大溫尼柏呢個地方特登喺二戰嘅時候嚟到香港幫香港守抗戰嘅士兵。佢經過咗3年8個月嘅囚禁啦，仍然生存到啦。咁當佢翻去加拿大嘅時候咧，就獲頒呢個紅色上邊係雕咗繡咗 HK 呢2個英文字母嘅章咯。咁所以能夠喺咁適合嘅時候揾到呢個章作為我哋中心嘅一個展示品，係非常之難得啦嚇。咁另外最深刻嘅一件事咧，就一定係最尾嘅展示品嘅安裝啦。因為咧，我哋嘅展示品咧就喺加拿大嗰邊訂嘅。咁因為要清關啊、要運送啊、要船期等等咧，我哋後尾咧係去到大學正式開放之前嗰晚咧，先至啲展品啦嚇，啲展板係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即刻漏夜咧，就將原本嘅一啲臨時展板就拆咗，就再安裝翻呢啲金屬做嘅一啲展板。咁所以好深刻，因為真係喺度留咗一晚，睇住個太陽升起嘅。太陽唔係呢邊，因為呢邊係向西嘅。Angela， 我都相信咧，今次呢個項目咧，嘉星佢哋咧花咗好多時間啦，同埋心血咧去負責同埋籌備啦。咁究竟我有冇機會可以親眼睇到佢哋嘅展覽同埋啲資料咧？梗係有啦！嗱，我哋嗰個頒獎典禮咧，其實會喺7月23號舉行嘅。咁到時係喺中環嘅藝穗會啦，仲有個展覽可以大家睇到我哋得獎嘅展品嘅。好啊，咁到時咧我都會親自到場，咁啊為各位得獎嘉賓咧加油同打氣。好。